宜兰林美苑结合康黄金慈善爱心会、中华九子慈善会、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共同认购，以及真侪爱心团体甲善心人士响应。今年总共募集1200份的乌骨鸡年菜，比去年增加200份，将分送给安平区甲南区的弱势家庭。除了低收入户，今年还佫增加单亲的离小家庭。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哈，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一些就是充满了爱心的，包括我们康环金爱心会，还有中华九子，还有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等这些单位，当然也包括一些我们来自各地的一些好朋友哈，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已经有第10年了哦，第10年的就是针对我们南区安平区我们低收户的第2款这些的好朋友，我们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了1只鸡。我想这只鸡最大的目的的是讲哈，因为我们在单亲，我们这次送年菜的对象就是单亲。一开始为什么锁定单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年过节大家都很忙，大家办年货等等。当然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要围炉假团圆饭。但是单亲的家庭总是少了一角，过程中他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就是说准备年菜，然后就是在过年就是团圆的时候，往往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做好完整性的一个就是采购。所以那时候就是花旗年的大家都在想，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是来买个年菜这家年菜是这家鸡乌骨鸡那过年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它可以做锅底。它可以做锅底你只要把这个年菜放进去你别说蛤蜊菜锅啦，还有火锅料，你弄落去下，你就很快的在就是除夕夜的时候跟家里的人吃团圆饭爱心年菜分别伫宜兰林美苑的国民路、甲原里服务处以及台南市议会3个据点来发送。市府包括社会局、甲南区区长，嘛特别到场来致赠感谢状，感谢关检单位的善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